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6月2号。這一期咱們聊一聊摩根士丹利他的最近的一期，就是6月1號的閉門會議的一個內容，就是他的分析師應該叫邢志強做的一個報告，標題叫 K 型經濟加劇冰火兩重天，經濟廣泛復甦仍具挑戰性。用這個標題來形容當下的中國經濟，說實話非常貼切，不算過分，比較中規中矩。我們一起看一看摩根士丹利最新的報告的觀點。我給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報告的錄音原文，網上都有。如果你喜歡聽，可以去聽；不喜歡聽，那就聽我這種相對來說比較接地氣的一個解讀，拋磚引玉。在這個閉門會議上，邢志強指出，中國經濟正呈現出典型的 K 型分化特徵，這種分化在4、5月份的最新數據中進一步加劇，也就是這種 K 型經濟越來越嚴重。實際上我們在去年年底都還很少聽到 K 型經濟，我有印象，但是大家聊的比較少，因為意味着過去我們認為經濟好像直接就往下出溜，但是到了今年發現，尤其是外貿數据是吧，它往下出溜的时候，它有一只還在芝麻開花節節高，這確實形成了一個 K 型經濟。K 型經濟就是一條腿往上走，一條腿往下劈。所謂的 K 型經濟指的是經濟復甦過程中不同部門、不同群體之間出現顯著的兩極分化，一部分領域如 AI、能源、高科技出口呈現強勁增長的火的一面，也就是咱們老說的是吧，現在說的比較多的是硅基相關的上下游，而消費、民生、房地產等傳統領域，也就是碳基相關的上下游這些傳統領域持續處於調整和低迷，這是冰的一面，冰火兩重天。這種現象並非中國獨有，邢志強的關鍵說了，他說這種現象不光是中國獨有，是在全球範圍內廣泛存在，成為當前宏觀經濟基本底色，大家都能認可。因為你看美國，它在人工智能這塊的每年的投入那是嚇人的，上萬億美元，這麼大的資本投入，那當然是這一塊就火風口。邢志強強調，這種 K 型分化對市場普遍持有 AI 樂觀情緒構成了潛在挑戰。人們不禁要問他說 AI 等亮點是否能夠一俊遮百醜，一白遮百醜嗎？那是不是靠 AI 一個就能把其他的都能彌補上呢？全球是否可以單純依靠 AI 資本開支的強勁勢頭，就忽略消費民生和傳統行業的疲軟跡象？這一問題構成了討論的核心，也就是那現在大家就要討論這個啦，是不是玩命的搞 AI， 在這塊加大力度，是不是經濟就能好起來？一俊遮百醜嗎？邢志強認為，他說儘管 AI 和能源投資熱潮帶來了顯著的增長動力，但消費和民生相對冷淡，可能會反噬整體經濟的可持續性，並對政策制定產生深遠影響。全球視野下的 K 型分化， AI 投資熱潮與消費疲軟並存，這不光是中國，全球都這樣。這是邢志強的觀點，摩根士丹利觀點。這個邢志強首先將目光投向全球，他觀察到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正經歷類似的 K 型分化。在這一背景下，美國作為典型案例被詳細剖析。美國經濟內部同樣存在明顯的 K 型撕裂，上半段是 AI 驅動的資本開支和基礎設施建設高歌猛進，企業資本支出極為強勁。經過一季度數據驗證後，也就是一季度完了之後，大家去事後去統計就驗證，市場上普遍上修了對美國科技巨頭未來2年資本開支的預測，2年平均每年1萬億美元，這就是咱們經常說的，今年是8000億美元，明年是1.2萬億美元，這2年就是2萬億美元，這什麼概念？2萬億美元砸在一個方向上面，會颳起多大的一個風，旋風？這一規模投入主要集中在 AI 硬件、數據中心、半導體、存儲等領域，推動美國經濟在部分領域維持2%甚至2.5%以上的增長。那美國 GDP 增長2.5%，那是嚇人的，它是在某個方向、某個領域2.5%。然而下半段就是 K 型下一條腿，消費領域陷入困境。他說，美国消費者面臨居高不下的物價壓力，以及實際收入增長停滯的局面。那再加上美國和伊朗是吧，在波斯灣这個事情，油價在上漲，
這確實在美國是影響比较大的。美国普通老百姓跟咱們是一樣的，收入它也没涨，但是它的日常開支在漲，這個誰都不好受啊。這種基本面分化清晰地反映在上市公司財報中。AI 相關的大廠在硬件、存儲等領域表現搶眼，但超市、服裝品牌、遊戲娛樂等消費相關板塊則普遍低於市場預期。這種 K 型復甦顯示出經濟基本面的分化，也讓美聯儲決策變得異常棘手。美聯儲面臨的核心困境在於，通脹已連續超過5年高於 2% 的目標。去年推出的關稅政策在今年仍有殘留效應，可能進一步推高核心通脹。此外，中東衝突雖未進一步升級，但油價維持在較高水平，帶來了輸入型通脹壓力。基於此，分析師判斷，美聯儲今年不太可能降息。更有甚者，如果 AI 資本開支持續推動經濟強勁增長，而通脹頑固停留在 3% 以上，不排除會出現要求再次加息的聲音。這種政策上的兩難，凸顯了 K 型經濟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扭曲。你要按照 K 型經濟那上面那條腿，那你必須要加息了，因為過熱。但是你要看下面那條腿，它的萎縮，它的低迷，那要降息。你說這個對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都是一種叫分裂，怎麼辦？實際上，我個人認為，從過去來看，美國的 K 型分化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出現，是吧？像這種危機，我们也可以叫它危机。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，出現類似資產價格復甦、實體消費疲軟的格局。只不過這一次，由於人工智能 AI 驅動的這一輪 K 型分化顯得更加極端，這個跟以往不太一樣。AI 資本開支的乘數效應主要集中在少數高技能、高資本密集型行業，對中低收入群體的就業和收入拉動有限。根據經濟理論中的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， AI 等通用技術會放大高技能勞動力的回報，同時壓縮中低技能崗位的需求，這進一步加劇了收入不平等和消費疲軟。這個 AI 會造成一部分人暴富，跟 AI 相關的研發、科研、大模型等等，但是又對那些技能要求不高的人，你比如說客服，对那些什麼律師、助理等等，就這種創新型這種技能要求不高的，但是又是重複，比如會計師這種，那 AI 對他們來說是個碾壓，導致很多人失業，找不到工作。如果不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或分配政策進行對沖，這種分化可能演變為社會穩定的隱患。這不光是大國啊，是美國也面臨這樣的問題。我們再看這個大摩的報告，他說把眼光再投向亞洲，亞洲投資超級週期 ，AI 能源、國防原材料的三重驅動，將視角轉向亞洲 ，K 型分化表現得更為突出。這個邢志強提到，其所在的亞洲經濟團隊正在預測一個由3大因素交織的投資超級週期 ：AI 基建、能源安全以及國防相關的關鍵原材料供應鏈，這3大領域共同驅動亞洲各國大規模投資，可能使亞洲進入2005年到2006年以來，就這20年以來最強勁的投資上行週期。具體而言，他認為亞洲工業總投資金額預計從當前的每年11萬億美元上升到2030年的16萬億美元，複合增長率顯著高於歷史平均水平。其中 AI、能源轉型和關鍵原材料領域的資本開支複合增速可達 16%， 極為驚人。這一超級週期還有3年時間，4年，直接帶動了相關出口的強勁增長。中國作為重要參與者，從中深度受益。然而，消費層面依然相對不振，中國經濟同樣呈現明顯的冰火兩重天。火的一面在於受益於全球 AI 和能源超級週期的出口，1季度至今，半導體、AI 能源相關資本開支以及帶動的出口同比增速強勁，這支撐了中國全年實際 GDP 增速有望維持在 4.8% 左右的相對穩健水平。冰的一面則體現在消費、民生和房地產深度調整。
這個摩根士丹利团队對房地產和消費的判斷比市場共識更為謹慎，也就是最近的小陽春，摩根士丹利認為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就是曇花一現，就這意思。昨天咱們節目介紹了，他們指出最近房地產數據的邊際改善極其狹窄，僅集中在個別一線城市，且多為樓齡老、面積小、總價低的二手房，受當地公積金政策或累積自住需求就是剛需等特殊因素驅動，並非全國性復甦的信號。總體判斷是2026年到2027年房地產仍將呈現 L 型走勢。你看摩根士丹利認為接下來還是 L 型走勢，但是我覺得恐怕 L 那一狠要劈叉，要加速向下，這個我認為不是危言耸聽。他說繼續消化庫存，解決租金回報率偏低等問題。既然租金回報率一直偏低，對吧？那他那一橫就穩不住。消費領域同樣面臨挑戰，儘管出口強勁，但其對國內收入和就業的滴灌效應有限。原因在於這一輪出口強勢板塊主要是電動車、儲能、半導體、電力設備、AI 硬件等資本密集型行業，就業吸納能力遠低於過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。也就是這一輪出口2位數的增長，受惠的人、受到好處的人不多，它這叫滴灌效应。滴灌是这個，你看水雖然不多，但是每個地方滴一滴，大家都有水。這滴灌，我個人這麼理解的，不是大水漫灌。滴灌呢，就是你水少，滴灌也能讓大家叫雨露均沾。那現在你這種出口多，都是勞動叫資本密集型的。你比如新能源汽車出口多，那你那個工人工資不僅沒漲，還降了，是不是這個邏輯？你說找誰說理去？老闆又換別墅，上海豪宅來一套，但是員工實際上是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。何況這些行業員工也不多，因為它不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，訂單增長和利潤改善並未有效轉化為廣泛的工資增長和消費提升。辛志強還分享了他在台北參加亞洲 AI 峰會的時候的一些感受和觀察。他以他的感受，他說台灣和韓國因半導體 AI 硬件產業鏈在經濟中佔比高，且上下游觸角廣，對當地的工資談判、居民收入預期和消費形成了顯著的提振。這個咱就不用說了，對不對？韓國的三星、海力士因為這一輪 AI 存儲漲價，他已經賺了很多錢，所以他不僅去年獎金發得多，今年的工資都要漲。三星剛談判完，現在海力士據說工人也開始談判了，要求加薪。你想想，那韓國的半導體產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比還比較高，那這樣匯集的人就多啊。你這麼多人加薪，韓國的消費它就上來了。韓國那些豪車據說賣的都多了。中國大陸雖然在全球 AI 硬件基礎設施出口浪潮中喝上了湯，這是辛志強說的，但台灣、韓國是吃上了肉。大陸相關企業佔比整體經濟比例較低，且處於產能擴張初期，傾向於將利潤再投入，而非轉化為員工收入。也就是企業賺了錢再擴產能再投入，而不是把這錢給員工發工資發獎金。因此對就業收入的傳導效應更弱，這解釋了當前外需強內需弱、AI 能源強消費民生弱的體感分化。看看了這個辛志強，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出口2位數增長，但是大家還覺得冷，工作不好找，工資在下降，收入下降，這就是原因之一。這一分化可從投入產出表角度理解。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後向聯繫較弱，對上游原材料和服務業的拉動有限，而前向聯繫則主要服務於全球供應鏈，而非國內消費循環。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相關研究，在技術轉型期，如果缺乏配套的社會保障和技能再培訓， K 型分化可能要持續3到5年。中國作為制造業大國，若能有效將 AI 紅利轉化為普惠型增長，潛力巨大；反之，則可能面臨中等收入陷阱、局部風險。此外，從區域經濟學視角，
中國東部沿海，尤其是長三角、珠三角受益於 AI 出口，而中西部和東北傳統產業聚集區調整壓力會更大。這種空間分化疊加行業分化，構成了多維度的 K 型結構，也就是說，這種 K 型結構是多維度的，不僅有地區因素，各個地區看也 K 型的，長三角、珠三角是往上，這個內地是往下。行業也是，那對內地來說，那是多維度的 K 型的向下。2026年上半年，中國出口增速在高基數下仍保持韌性，機電產品和高技術產品出口亮眼，但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相對溫和。4月份只有 0.2%， 房地產是繼續探底，居民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低於 GDP 增速，這些數據都進一步驗證了，或者叫佐證了邢志祥的這些觀點。那麼面對冰火兩重天的這種現實，邢志祥他也分析了後續政策走向。他認為由于出口旺盛奠定了 GDP 增長基礎，大規模針對消費或房地產的刺激政策可能性偏低，政策重點可能在於加快財政支出和地方債發行節奏。這些資金主要定向流向6張網。哪6張網呢？新型基礎設施包括超高壓電網、儲能、AI 算力中心、算力網絡、地下管網、水網、物流網等。這些舉措仍以投資和供給端發力為主，短期內難以打破 K 型格局，但對 AI 基礎設施和供應鏈韌性建設有利。也就是摩根士丹利認為，接下來的這些政策不僅沒辦法消除這個 K 型的這種分化，反而會加劇 K 型分化。那也就是說，我們絕大部分人是在 K 型的往下的那條腿上的，那得做好心理準備，未來3-5年這個 K 型分化它不會緩解，反而加劇，就這意思啊。摩根士丹利這個邢志強他說，在上周舉辦的亞洲 AI 峰會上，近100家頂尖 AI 硬件、半導體設備和基礎設施企業雲集，氛圍極度樂觀。那當然了，硅基的人在一起開會，那簡直是吧，事業上升期，那是如魚得水，那是順風順水，那當然是極度樂觀的吧，氛圍那是亢奮，這不跟開傳銷大會一樣嗎？不亢奮能行嗎？共識認為 AI 正進入超級週期，數萬億資本支出規模，什麼 AI 2.0 的擴散速度、存儲等長坡厚雪型行業的持久性都不容低估。參會者積極尋找下一個產業瓶頸，從 GPU、CPU 到存儲之後，上游供應商、電力系統、冷卻系統、先進封裝、光模塊、液冷、新材料等成為焦點。中國在存儲領域的產能擴張備受關注，2家大型存儲企業有望在 A 股 IPO， 也就是長興存儲，還有一個長江存儲，一個是合肥的，一個是武漢的。這體現了中國應對地緣政治風險、搶占 AI 紅利的決心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國在打破先進製程封鎖方面的創新嘗試。這個峰會期間，台積電元老分享了輕運式光刻等前瞻技術，強調全球尤其是東亞合作的重要性。與此同時，華為發布了關於濤定律和邏輯折疊的研究論文，探討通過晶圓製造中電路層的垂直整合，減少互聯長度，降低延遲路徑。這種思路與歷史上的技術創新有異曲同工之妙，體現了中國在硬構、硬件架構和軟件成本優化上的差異化競爭優勢。但是這個說法還是爭議比較多的，也就是華為涉嫌把一個通用的一個概念加了一個包裝，是吧？什麼濤定律？黃仁勳說，台積電早就開始幹了，就在濤定律這塊，在折疊這塊，要領先華為10年。不光是說什麼單個的晶體大小，什麼3納米，就是說在折疊這塊也領先華為10年。這個是黃仁勳說的，對錯咱不知道。所以說，在第一，咱們也不能否認中國的這些企業，它奮起直追，它是被圍堵、被制裁，沒辦法。另闢蹊徑，或者叫什麼，要後來居上追趕，這是一種咱們予以肯定。但是你拿這些東西來忽悠這些老百姓談判，那就不應該了。
讓盤面覺得又贏麻了，又彎道超車了，或者叫換道超車。靠這種宣傳能贏得了嗎？當然了，作為我們韭菜，其實不要在乎這些東西，什麼概念、技術，我們只在乎自己口袋。你到时候你願意為哪個付費就完了。你到时候你一共你就8000塊錢，你願意買哪個？兩個東西放在你面前，你選哪個？對吧？這就是最好的答案。我們接着看，中國大模型 token 成本僅為美國的1/6至1/10，且持續下降，這可能加速 AI 的擴散和普及。即使在硬件受限情況下，中國也能通過獨特路徑實現彎道超車。這個有機構認為 AI 2.0 時代的自主代理將從工具向決策者演進，這對生產力提升的乘數效應可能超過互聯網革命。麥肯錫等機構預測，到2030年 AI 對全球 GDP 貢獻可達數萬億美元。中國在應用層面如智能製造、智慧城市優勢顯著，但需解決最後1公里問題，將技術紅利轉化為中小企業和普通勞動者的收益。從創新經濟學看，中國舉國體制在基礎設施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動員能力強，但在基礎科學原創和生態系統多樣性上仍有提升空間。峰會強調國際合作至關重要，東亞半導體供應鏈互補性，中國的市場加台灣的製造加韓國的設備加日本的材料，若能克服地緣障礙，將形成聚龍效應。最後，這個摩根士丹利邢志強說，儘管 AI 周期造就了許多陸家嘴傳奇。什麼叫陸家嘴傳奇？就是那個聰明資本提前梭哈這個硬件獲得巨額回報，就這意思。陸家嘴傳奇啊，總之就是說賭這個硬件賭對了，發了。他說，但若寻常百姓認出外熱內冷的格局，就業、收入、消費未見明顯好轉，那麼中國經濟的廣泛復甦仍面臨挑戰。這個邢志強強調，最終需將更多政策資源投入到刺激消費、支持服務業、完善社保，以釋放居民消費潛力。這一冰火兩重天的現實，既是挑戰，也是轉型機遇。通過精準的政策組合、科技創新和國際合作，中國有望逐步彌合 K 型分化，實現更具包容性的高質量發展。全球其他經濟體也面臨類似課題。AI 時代的宏觀管理需要超越傳統的框架，融合技術、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多維思考。這就是摩根士丹利邢志強在6月1號閉門會議上他的這個觀點，我給大家大概的複述了一下。我個人的感受，我認可 K 型分化全球存在，是吧？人工智能從美國刮起來，美国现在正是如火如荼，帶動了全球，是吧？你比如說韓國、日本，還有其他地方，半導體、算力、機房、AI 的大基建，包括電力，這一輪瘋狂的投資熱潮，這個導致 K 型。那咱們這更是這樣，所以我們韭菜那感受的更是水深火熱。一邊是找不到工作，收入還在下降，就業難；一邊是看着宏觀數据非常漂亮，出口還2位數增長，也不知道錢賺哪兒去了，大家都納悶啊。但一想到這種情況還要持續好幾年，而且會越來越極致，會越來越極端，也就是大部分的日子會越來越難。我就想到了這個，在美帝美西方它的好解決。為什麼？你看美西方的特點，現在全社會的錢向個別企業集中嘛。大家去找一找報告看一看，美國現在全社會的這利潤向頭部企業集中，現在已經到了非常極致的程度，甚至到了1929年經濟危機比那個時候還要嚴重。就是幾個企業，那你像美股裡面就七枝花，7個企業掙了多少錢？從企業看，向個別企業集中是吧？像金字塔塔尖，財富向他們集中。從個人來看也一樣啊，你看黃仁勳現在叫老錢新錢是吧？那過去搞石油、搞鋼鐵、搞這些的這些老錢，搞房地產的這叫老錢，這老錢一下就讓位給新錢了。這老登就退出了，你老登掙那點錢不容易，老登靠開發房地產、搞鋼鐵、靠生產武器賺個100億累死了，是這樣的吧？你看人家英偉達賺個1000億
那就跟玩一樣。美國的錢不僅向少數企業集中，也向更向層面向少數企業家集中，比以前更嚴重。也就是現在新貴他們掙錢比那老錢更容易。什麼洛克菲勒家族，对吧？那家族搞那麼多年，他掙多少錢？馬斯克现在人家身價多少萬億？差不多8000億美金吧。也就是他一旦這個 SpaceX 上市，是吧？那人家身價就過1萬億美元。你說你洛克菲勒家族，你是搞了這麼多年，你有1萬億美元嗎？所以從這個例子就能看出，現在美國的錢不僅向個別企業集中，也向個人集中，集中度越來越高，這是可以看到的。但是美國它有相对比較完善的社会保障體系，也就是一个对富人他徵稅、產稅、財產稅一大堆的，反正各種富人你做的貢獻多。這個第二個，他底層人的保護，那保障是基本保障，有這兩個，所以說你有錢人賺的越多不要緊，你賺的越多，你做的貢獻多，你得交的稅多。那窮人不要緊，你有保障，你雖然失業了，你有最低保障還是有的。有這兩個叫夾板，上控制限制有錢人，下拖住底層人。所以它的社會相對來說比較穩定，它比較能應對人工智能這種 K 型分化。未來現在經濟學家不都在說人工智能對就業的打擊嗎？而且說美國失業率會達到20%，隨着人工智能的推廣，失業率達到20%啊，20%的失業率，如果你要處理不好的話，足以引起社會動盪。對，你想20%勞動力他沒工作，那你是怎麼辦？那我想到了我們這兒20%恐怕就不止了，你本來失業就多，失業率就上升，那再加上人工智能這些取代，再加上外資流出等等一系列的問題，失業率會更高，問題會更嚴重。但是我們相比較而言，上對有錢人沒有一個很好的這種叫再貢獻的這種機制，下對普通人也沒有一個托舉。你看農民一個月120、150，你現在如果你沒工作，你想去領失業保險很難的，能順利領到失業保險的人就少，那錢也少，失業保險也是解決不了你什麼問題。也就是我們對社會保障、對老百姓的保障，那還有欠缺，對富人這種徵稅也欠缺。所以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怎麼去應對人工智能導致的這種財富急劇的這個分化？實際上我們說極端一點，對不對？極端一點，也就是隨着人工智能發展，不需要勞動力了。這馬斯克說的，你人不用勞動，那我不用勞動，我不上班，我哪來錢？那不就是需要社會重新分配財富嗎？那我不就餓死了嗎？所以呢，財富的重新分配怎麼分配？咱們說是極端情況，你不需要勞動了，你勞動你沒地方勞動，那怎麼辦？不要人了是嗎？把人就自然滅亡是嗎？那這個地球就變成機器人了。機器人再加上幾個搞人工智能開發的，所以說來說去什麼意思？我就認為面對人工智能的衝擊，我們還沒有做好準備，我們這個目前的保障體系恐怕只會讓我們更加絕望。你想一下農民吧，150、200，不要以為自己你上個大學你就厲害，你以後你的處境跟農民是一樣的，你沒有工作，你送不了外賣，開不了網約車，你就在家，你就等着一個月給你發多少錢？你以為一個月給你發5000是嗎？說不定就給你發300、200，跟農民一樣，這有什麼好懷疑的嗎？農民這小2個億的這個60歲農民不就是發100多、200嗎？這多少人呼籲說發300、發500，他就是不發。那所以我們有理由想想，你未來你這失業碼農，你這些被機器人取代的、被人工智能取代這些人沒有工作，找不到工作了怎麼辦？你以為他給你發3000是吧？發4000，跟胡錫進老師一樣嗎？不可能，給你也就發300，照農民那個標準。那你想想你過着什麼樣的日子？剛才摩根士丹利秦志強已經說了，現在就是通過人工智能賺的錢，它並不會轉化為你的收入，而是轉入再投資，那只好苦一苦你了。這不就跟過去什麼剪刀差對吧？苦一苦農民，支持一下工業，不就一個邏輯嗎？農民一支持就支持了幾十年，到現在還在支持，農民就被遺忘了。你也一樣，你到時候就是支持國家發展，國家要這個叫舉國之力，只好苦一苦，你少發一點，這個錢拿去再投資，跟世界跟其他地方競爭，跟美帝競爭，只好再苦一苦你。所以說我們要做好心理準備，這個不是危言聳聽，你看一看農民的待遇就知道了，看一看農民的待遇，農民的收入為什麼不能漲？農民的社保這退休金為什麼不能給他加到300、500？理由是什麼？你就知道未來你會是什麼一個情況。失業加劇，20%的失業率，
所以我一直說的吧，不要負債，你這個時候打死都不要負債，堅決不負債。我只要不負債，我再慘，我馒頭加榨菜。這就是我說的，隨着人工智能的發展，說不定這個房價還要暴跌的原因，因為你的收入在下降。大量這種房子它沒有價值。這些新貴是吧？這些人工智能上面吃了肉喝了湯的人，他們需要的是新的住宅、豪宅，他不在乎貴，他需要的是稀缺性、大平层、江景房、豪宅，50万1平米。反而你這種7、8千1平米的，人家看不上，人家要這房子幹啥呀？所以这些房子它只會往下跌。你其他的你牛馬韭菜，你想買這房子你還買不起，為什麼？你沒收入啊，或者你收入在下降，你失業了。所以我們不要低估這一次叫 K 型分化对大家帶來的這種衝擊，千萬不要低估這個 K 型分化。咱們開玩笑，按照網絡上的梗，咱們說好了一起往下降的，那還好一點。這 K 型分化什麼意思？就說好了我們一起往下降的，結果還有那麼幾個人，他還風生水起混的，他富起來了，那這不打擊不更大吗？都說好了一起窮，一起吃馒頭榨菜的。所以大家還是要提前做好準備，也就是要对 K 型分化它对咱们的衝擊，尤其是咱們中國人，因為它制度不完善，這種衝擊千萬不要小看。好，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